咱会想讲，当然台语是仰望讲真侪人咧使用语言，毋过现况是啥物？现主是真侪人拢甲伊看做是大某一个辈分以上的人才有咧使用语言。包括我当初是一开始伫做因为我本来毋是讲台语人嘛，我会去参与社会福利的个工作。因都会想讲甲时代诶较会晓讲台语，所以就鼓励讲社工是讲老师会使学歌台语但是因袂讲仰望讲会使学甲足好诶，因就仰望讲反正你会使听有就好所以就变做即款诶状况。美国迄边我较无了解的，台湾这边是因为过去受国民党诶迫害诶关系，所以阮一个 gap 足深诶。刷落来，迄想法就一直延续落来。想法就是讲，我会想讲，若是讲台语是时代咧讲诶语言，即马看第一个思考诶方向就是，若是讲伊真正是互时代咧讲诶，安尼第一项咱等阮有需要甲时代来互动讲话诶时阵，我才有需要来学台语，安尼就这是变做有诶少年人诶想法。第二项就是当我变做时代诶时阵，再来学台语。这是较滚酸笑。毋过真正我有看过少年人画迄个图，伊就咧讲，毋是图啦，伊是咧演戏，伊演戏，就毋知影为虾米讲变做伊少年诶时阵讲华语，伊后来变老诶时阵，伊就转做台语，安尼就趣味诶，就奇怪，所以。这想法就是较无合迄个 logic，所以我的后来的想法就会开始去一直走嘛咱来看，若是台语是任何人拢有当使用的语言，安尼安怎来推广？因为即马是真侪人拢袂晓，包括我即种阮即辈以下的真侪人拢袂晓。当然即马是讲中南部是毋是较有环境？毋过我最近因为我三不五时就去中南部看一下，其实中南部即马诶危机嘛是愈来愈严重，真侪中南部诶时代阿公阿嬷咧带孙，因拢甲迄个孙拢讲台湾国语，因拢讲台湾国语，我就想无，你明明有遮尔好诶环境，嘿，但是台湾即马诶状况是安尼，所以安怎推广是一个真要紧诶代志，推广诶时阵对象是啥？推广的对象是啥？这最重要的。因为咱定定拢讲台湾人就是台湾牛嘛，台湾牛就是讲做嘛，一直做。反正我就尽量拍拼，一直就变做你乱枪打鸟的款啦，就变做四过去推，就无想讲你即马推广的对象到底是啥？刷落来，根据这个推广的时阵。阮推广其实是因为这甲其他的迄种活动，比如讲我咧教学生，我咧教学生咧互动的时阵，我要安怎教？我要安怎教学？我是根据伊的对象，伊的特质，我来设计安怎去教。卖物件的人，伊看伊要物件要卖互啥物人，所以来决定讲安怎方式去甲这物件销出去。咱台语嘛共款，要甲台语销出去。迄锁定即个对象最重要诶，所以咱即马要锁定诶对象到底是时代是少年呢？当然真侪人拢有即种意识啊，所以愈来愈侪人针对这儿童、针对少年人来做即个推测，所以因用诶方法可能就是较会有无共诶即个方式，所以就毋是讲乖乖伫一个所在上课，即种单纯诶模式咧运作。所以根据推广的对象，采取对象的这就采取无共的这个对应的策略，现主时呢是社会青年甲囡仔失落母语的这个危机，所以咱要推广的对象，实际上是毋是讲袂晓写，会晓写袂晓写，会晓读袂晓读较简单，主要是现主时
真侪少年人囡仔连讲连听嘛袂晓，所以讲甲听袂晓，啊要安怎来进行？这真侪人拢了解啦，所以我就开始思考，社会青年甲囡仔，日常生活，吼，即马要紧的是日常生活，毋是讲伫学校什么台语课的这部分哦。啊，即马伫台湾嘛，毋是讲每一节课拢有台语哦。吼，所以把迄个硬忙假忙伫学校上课，这其实是较无法度，互囡仔有即个讲台语、练台语的动机。所以一定要针对日常生活因会做的代志来做即个推散。吼，啊，再来思考到后来，就是你都是安尼走的啦。哦，实体，即马吼人吼活动，现代人活动分做实体运动，实体的聚会，甲迄个虚体的聚会，吼，讲实体甲虚体，吼，实体甲虚体，吼，实际上会组织做伙，就是因有啥物款的目的要做啥？哦，当然第一项嘛，哦，可能就是上课啊，对无？哦，啊，再来就是工作啊，哦，啊，少年人因常常爱做的就是社团活动，阮有真侪社团的活动，啊，再来就是佚佗嘛，为着要耍，吼，这几项，啊，咱来看实体的聚会，社会青年甲囡仔，敢有定定甲讲台语的人做伙？吼，这啊观察即卖环境其实是无啦。所以实体的即个聚会要甲伊揪起来，啊，就亲像黑米老师因迄边，吼，啊，佫有真侪社团因咧做，毋过即卖社团拢无讲介大啦，就一撮一撮安尼，吼，所以逐家拢四界拢真用心咧拼，啊，毋过锁定的对象就是可能就是一定要有来到遮的社团，吼，啊，再来虚体的组织。即摆来看虚体的部分，就是人讲大部分拢是网络啦，吼，网络的即个活动，上课嘛有，即摆因为 COVID-19 的关系嘛，所以真侪嘛是转做线顶的，所以上课有时会用线顶的来上课，啊，工作嘛是，有诶就干变做伫厝内，啊，用电脑来做工作，啊，可能久久啊去开一遍会安尼，啊，再来是社团，佚佗，你看起来是拢共款。实体甲虚体会做诶代志拢共款嘛，所以若是实体较无法度去甲人拢合作伙，啊，咱会透过虚体诶即个部分来做一个渗透。我讲歹听，迄是渗透，就是因安怎甲咱洗脑，咱就安怎甲伊洗倒转去。这是我诶概念。所以组织焦点就放伫诶，我放伫诶佚佗。为什么放伫佚佗？因为佚佗这个部分呢，是大部分人较无迄个戒心，亲像我伫教会内底吼，其实人讲长老教会是毋是拢有一定拢有用台语咧聚会？其实愈来愈无啊，尤其是阮即个年纪以下诶，所以甚至是因知影我咧带台语班斗带啦吼。啊，伊就甲伊认定讲你是台语老师，你会晓讲台语，你会晓写罗马字，啊，所以你会要求我，啊，因看着我，啊，若是我甲伊请教讲啊，即个字，啊，你要安怎念的时阵，因有诶人就开始有戒心，就想讲啊，毋是每一个人拢会晓白话字，安怎来，就甲你抵抗，啊，所以这是人诶心理啦，正常诶，啊，所以要安怎做，较袂有抵抗，就佚佗嘛。佚佗啊，招因出去耍，安怎啊？是讲透过佚佗要做诶活动来进行，啊，因较有法度去接受。啊，佚佗诶时，佚佗诶时阵较无戒心，啊，实体活动甲虚体活动交替。其实咱即马大家来思考，现代诶人都是实体甲虚体诶活动拢互相有咧进行。毋是讲干那单纯诶安尼尔。譬如讲，我去上课，我去实体组织诶时阵，啊，上课到一半，可能老师还是同学会讲，啊，无咱来查一个手机啊，就安尼虚体诶即个活动就开始进行，啊，查了，啊，这个话转来即个现实诶状况，啊，当然虚体诶嘛有可能，啊，虚体诶部分，比如讲线顶诶，咱诶即个社团组织了后，
组织可能到某一个程度，咱会约一个见面的所在，大家就进行这个实体的聚会，所以比如讲举一个例，拄则讲佚佗嘛，出去自餐嘛是，比如讲同事之间约自餐，下骹这部分这青色的这绿色的字，伊写讲约自餐，然后你会上网，即马真侪少年人都直接上网讲倒位有啥物好食的。我要去倒位佚佗，要安怎去？交通安怎去？再来看，就会看啥物？伊毋是干那看，毋是讲有所在去就直接去，伊会看啥物？看分享，伊顶悬有人会写分享，写评价，然后咱根据这大家讨论，再来就是现场，就是去所在自餐，自餐了后，佫会开始做虚体，即马毋是拢食饭进前。大部分拢祈祷嘛，咱教会祈祷吼，祈祷煞就开始翕相，咱祈祷煞开始翕相做啥？去分享，去打卡还是安怎？这是现代人要做的代志，尤其是少年的一辈定定咧做的，所以透过这种日常生活会做的这个活动，这个路线，咱就会再去思考安怎去甲伊渗透，去甲伊洗脑，观察这个观察甲试验，其实这是一个试验的活动。社群媒体的台语出现率，咱来观察看卖，咱这个台语的环境是啥物款的环境？这社群媒体的台语出现的几率有偌悬？尤其是用看的。第一项就是拍台语文来查询，咱即马就是前几工嘛，梁光长老伫迄 Messenger 顶悬甲我问的，就是讲，伊主要是讲看是毋是讲，台语会晓讲啊，会晓听，是毋是比会晓写佫较重要？当然这是真正会晓讲，会晓听是基础，这是真要紧。即马我为虾米咧讲即个理念部分是讲到写的部分真重要的，就是甲即个台语的即个出现伫咱日常生活较有关系。第一就是拍台语文来查询即个动作，第二就是咱用点的，就毋免拍字，你直接去点，click 了后伊走出来是啥物件，所以阮就会来试看卖嘛伫 Google 顶悬咱就用 Google Map 倒边顶悬。我拍台语，我写台北市政府，结果呢，查起得出来，伊讲 Google 地图查无，所以咱用台语来，尤其咱用白话字来拍，是无法度查到即个台北市政府。再来用 Google 这 search bar， 用 Google 的即个，咱来 search 看卖，写高雄市政府有哦。颠倒是有咧，颠倒有颠倒，咱莫用 Google Map， 咱用即个 Google 的 search bar 来 search， 就会出现高雄市政府有寡资料，但是即寡资料其实是有人写，若无人写，查拢查无。Google 这部分伊是袂偏心啦，袂讲因为你讲台语我就甲你记，袂，咱是有人写台语，伊若是有法度找着你，伊就出现。所以是真客观。这无注意搭着同款的物件再来，阮会用这个叫做 Twitter，Twitter 来拍台语，嘛是爱有人写，其实是查有诶，查会着诶。比如讲顶悬就查着这个水台文，水台文这个口座伊写诶物件。都有即个我拍的即个台中，我拍台中，伊找台中的物件出来，这真好，代表啥物？有人写，若无人伫 Twitter 顶悬写，就无啊，所以这是咱的台语环境，所以少年呢会透过即寡社群媒体去查物件，所以这咱大家爱尽量有想到的，尽量写寡物件伫顶悬，互人来看。再来，少年人即摆无咧看电视。咱咧看 YouTube， 因咧看 YouTube 较侪，就算买一台电视，因嘛想办法甲伊接电脑，用 YouTube 放出来，用 YouTube 来看台语会使无？
会使查台语查有无？我写遮顶悬写台语电影，我拍台语电影这个关键字，这 keyword， 伊就走出来啊。吼、啊，走出来是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标题有人写台语文，好、所以咱若是放分享伫 YouTube 顶悬，咱用台语文来做这标题。下骹有诶是，比如讲下骹较幼诶迄字哦，用台语文写，咱就查有，所以是前提就是要有人写，吼、啊，再来佫有一项就是 Wikipedia， 吼、咱讲诶 Wiki 诶即个百科全书嘛，吼、伊伫顶悬伊是有咱诶白话字诶即个小解，但是这嘛是真侪人爱写，啊，我是其中诶一个。我后来旧年还是前年开始有开始倒写一寡，倒写一寡人诶台语诶小解，吼、啊，所以这顶悬都有人写，咱用 Wikipedia 来查，都查有台语诶内容。吼、啊，再来这是我诶 Instagram， 吼、人讲 IG 呢是真侪人爱看诶，吼、因为什么？因为有图嘛，啊字袂多嘛，吼、所以尤其又阁是迄寡佚佗诶物件，吼、所以因会看真侪较少年人爱看即个 IG Instagram， 啊顶悬爱就是你分享啥物物件，你就尽量用台语，啊字莫伤多，吼、要写 Instagram， 咱的字就是爱控制，莫伤多，有诶写个落落长诶，大家拢直接跳过，吼、吼，这是写即个 Instagram 的一个技巧，Twitter 嘛共款，吼、啊，所以做法就是拄则。因像拄则讲诶，吼，个人来针对即马当咧使用诶网络平台，创造台语环境，创造吼，即马讲诶是强调诶是创造，甲即个环境甲伊创造出来，吼，啊创造出来，啊后壁会继续讲，就是情景学习，即甲情景学习有真要紧诶关系。因为我本身是学教育诶，吼、教育恁家己大家回想看觅，伫囡仔做囡仔诶时阵，老师是毋是讲，咱诶教室爱布伫迄个爱搭物件对无？吼、因迄个国民党诶定就是讲，你爱写啥物标题啦，反攻大陆啊，对无？啥物有诶无诶，啥物民主，啥物我讲诶，就是搭伫咧壁边嘛，吼，吼，就是因就是透过用看。用看诶来创造即个环境，互大家来认为讲，大家是中国人，啊，其实毋是，啊，所以咱若嘛要反洗脑，要安怎洗？就是甲即个环境拆掉，啊去顶打，吼，重新去做一个即个布置，吼。所以情景学习，这是即个理论真久进前，就1990年就有即个。顶悬写诶，即个两个教授来提出来伊诶论文，吼、啊，所以学习伊是需要活动，嘛需要情景，吼、啊，加上文化，吼、啊，所以这安尼才有法度去做即个加强即个个人，吼、每一个个体，吼、一个人，每一个人伊伫观察即个生活环境，啊，伊诶大脑会去思考。吼，我即马爱做啥物代志去配合即个环境，吼，来，所以第一就是人大部分是依赖视觉资讯，吼，这是我做即道吼，就是因为我本身是学盲人教育诶，我知影讲，若是讲人一旦是看无诶时阵。啊，有诶人会讲啥物啊？你目睭关起来，啊，所以你其他诶所在变足厉害，迄无影诶，迄拢爱训练出来，无影诶，毋是讲一出世就啥物啊？迄个变做音乐家，啊是讲啥物啊？你听就足厉害诶，毋是，迄拢爱训练。吼、啊，目睭有大部分诶人目睭拢是后来才看无诶。啊，是后来咱看无，人若是常常拢看无诶时阵，你大部分诶能力拢无去。吼、安尼，所以伊是解释讲，目睭看到物件是真要紧，至少有70%-80%拢是透过看的，所以看的这部分咱都是爱配合。啊，若看的这个
情景，咱若是目睭所看到的物件，拢是华语。啊，就算咱安怎讲，安怎去听人讲，吼，讲甲听足够诶久啊，一段时间一定拢互因洗脑去。吼，所以要洗脑人最好诶方法，就是用看。吼，那这个第二项就是创造台语诶视觉环境诶重要性，无够受到重视。其实伫我自从2015年开始学台语了后，我还发现讲大部分拢是最重视诶是听甲讲，无毋对，听甲讲。毋过听甲讲，毋是讲无重要，是听甲讲，佫较欠迄个边啊，爱出现台语诶视觉，就是目睭看会到诶即个情景。所以咱来思考讲，咱诶囡仔伊边仔看到到底是虾米款诶即个环境？所以即马有真侪诶少年爸爸妈妈就用心诶，伊会买迄个红仔册，还是讲迄种绘本，啊，伊顶悬都写，比如讲下米老师因兜就是即种足拍拼咧推销这，所以画图啦，啊，佫有即马诶迄个啥赖诶大图对无？赖诶大图伊就有图，啊，佫有配合台语文，啊，你撒出去诶时阵，咱囡仔看到就是哦，啊，爸爸妈妈因有咧用诶，吼，啊是阮边仔朋友有咧用诶，拢是有台语诶即种物件，啊，因才会真正去接受讲，哦，台语是有效、有路用诶，嘿，哦，啊，咱继续来看，好，其实我对一个以前诶一个前辈伊讲诶，迄句话我是真受感动。其实迄阵我看到伊写迄句话时阵，我一直咧流目屎。哦，迄是咧2016年，迄阵就是拄学台语文无偌久了，我去找资料看。啊，黄石辉，黄石辉先生，伊就捌安尼写过。伊讲：你是台湾人，你头顶台湾天，骹踏台湾地，目睭所看到诶是。吼，刷落来什物台湾诶景致啥，啊，所以咱就是台湾人无毋对。毋过即句话若是播到即马，咱目睭所看到是啥物？咱目睭所看到诶，街路牌啊，顶悬菜单，拢写诶拢是华语。若毋是华语，就是英语，啊，无就即马有真侪东南亚来，所以拢写其他诶。真罕诶看到台语，啊嘛是有啦，毋过比例会使搁较提悬。吼，啊！但是仰望因去做，不如大家去做。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咱消费者，会使去做，主动做。吼，所以咱目睭所看到诶，是毋是台语？吼，再来是吼简单。吼，人要较有法度，继续去做诶代志，一定有一个要件，就是足简单诶。伊若是伤过复杂吼，咱做一个月可能就烂去。所以简单的代志尽量做，啊，上好是本来咱就会晓做的代志，就一直做。吼，伫目睭看会到的所在，创造即个台语的环境。吼，所以我即马是举我家己咧做的代志。吼，所以是讲会使会甲大家分享。譬如讲最近就是你想着去倒位食物件，啊，食着啥物好食？阮少年我本来会晓做的代志，就是看即个物件吼，我要做，吼，我以前拢写华语，我即马检讨，我以前做毋对去，我袂使用华语去分享，吼，所以查询当然是会写华语嘛，啊，查着比如讲我去万丹，哦，万丹啥物物件上有名，红豆仔，吼，屏东万丹的迄个红豆仔最有名诶，吼，啊，这红豆仔吼，我就去查红豆仔饼，啊，我当然袂使拍红豆仔饼。因为拍红豆仔饼当然找无嘛，啊，所以我要拍红豆饼，啊，拍红豆饼了后出来，伊就出来即寡红豆仔饼，啊，我就找一间去食，吼，找间去食去买，嘿，啊，然后我就甲伊翕相，就是咱即马会使普通人，即马现代人定定咧做代志，翕相了，吼，啊，大家看顶悬是毋是有一个评论，啊，顶悬有一个评论的部分，你甲伊点入去，就是会使互伊几粒星。吼，啊，甲伊写评价，好啊，所以我就开始写，
会看啊，这个少年，阮大家拢会看，这有几个星啦吼。啊，即马吼，若是要做即项代志，要写台语文，大家一定要写好话。就算伊物件毋是遐好食，啊，当然歹食你就共嘛莫写咯。真正有够歹食，甲你会嫌甲无想要去，安就莫写。嘿啊，若是感觉无遐歹，是讲足好食诶，吼，啊是足趣味诶，足好诶所在吼，无一定是食诶啦。哦，比如讲我去啥物所在去佚佗啊，感觉足好诶，啊，咧翕相，哦，甲伊放顶悬，哦，啊，就写这我顶悬写诶内容，就互大家看，吼，中即张图。我就尽量写好话，我就写台湾。即满吼，因为会晓看全罗诶朋友较少啦，啊是迄个安怎甲迄个华语人拐过来吼？爱透过汉字，吼，透过汉字甲因拐过来，啊因会看，伊想讲这是中文。啊，结果因读到后壁，奇怪，咱内底毋是安尼，啊，因就开始哦，这原来应该毋是中文，啊，亲像是台语哦，哦，亲像是台语，哦，安尼既然是亲像是台语，加减就会看，吼，毋是讲完全拢罗马字。啊，再来台湾屏东红豆仔饼内底啊有够实在，食了是喙内甲心内拢甜不不，哦，安尼写。啊，因有诶人就算看无全部，伊嘛看有大部分。哦，这就是洗脑，哦，洗脑的动作就做。你人讲安尼，你安尼写，敢有人看？有人看无？正评588人，我放伫顶悬无偌久哦，我放伫顶悬差不多20工左右吧，吼、20工左右，伊就588人有看即个相片。啊，看相片的时阵，先怎就看内底的文字啊？因为伊要参考嘛。哦，啊，当然还有其他的，这毋是干那讲，即摆会建议啦，先煞做国民外交啦，因为有诶迄个外国人会来，吼，外国人伊会看到即个英语诶部分，啊，再来咱台湾人有寡人有迄种就是英语较重要诶即种想法，吼，啊，就加减互伊看台语，吼汉字为主啦。哦，汉字为主，因建议即马现主时罗马字莫放伤侪，无因会起倒大。所以咱即马就是一点点嘛，哦，大部分用即个汉字，啊，当然以后洗脑，若是有成功，会使愈洗就愈清气安尼。哦，啊，再来就是暂时，暂时的结语，就是讲创造台语的环境，哦，尤其是创造视觉的台语环境。即个愈侪人做，吼，就愈有效。因为我想讲，即马有即个习惯的人，应该讲无介侪，吼，啊，甚至是讲有迄个台语的，吼，台语人，咱台语人，若是看迄 line 内底，因拢咧传迄啥，阿拉个的迄种洗脑图，阿拉个迄种洗脑影片。什么抖音，我若看着抖音，我就甲伊删掉。哦，毋过因台语人会传即个抖音伫赖顶悬四过去放送，我都毋知影是啥物款诶即个逻辑。吼，啊，所以若是大家有平常有咧分享，咱就尽量用较短、较简单诶，吼，即种台语文来甲伊分享。吼，啊，所以想看卖国民党。迄个消灭台湾人诶母语，吼，敢毋是为视觉诶即个环境加强来即个做一个即个困难诶，就因加强真侪困难伫即个消灭咱诶目睭所看到诶物件，吼，所以咱是爱反洗脑，咱目睭所看到诶。是虾米款的景象？这句话啊，我是定定放伫咧我的心肝内底，是讲我目睭所看到到底是虾米？吼，啊，所以再来就是我是台语，哦，最后是讲我家己的心声啦，就是台语，吼，我是台语口仔内底一个字味色，我真正是字味色，因为我台语无讲遐高，我拄则讲台语嘛，讲甲小可客气嘛，吼，毋是讲遐练长。会使讲甲有一个美国人，吼，来台湾，甲一个台湾人结婚了，伊变做台湾囝婿，迄个阿勇，吼，迄个阿勇，有一个美国人阿勇，伊嘛是就拍拼，甲迄个阿华西两个人合作咧
推销即个台语文。所以我甲伊即个外国人来学台语，其实程度是共款诶。这是真悲哀诶代志，毋过这是事实，所以咱先接受即个悲哀诶事实了后，才有法度去针对即个重点去做改善。因为我遮尔微细，我先天就是不足，先天就不足，所以要鼓励大家来做伙来做。讲实在，我诶声音足细。所以伫遮我感谢龙光长老有互我即个机会，甲大家来紹介即个理念。我當然當着朋友，我嘛是咧紹介即个部分。可能因為最近咧整理出來诶代志，所以我本來想要招社團诶即個計劃有小可延遲。毋過這繼續放佇祈禱內底。仰望上帝來開路，尤其是即擺我是伫咧台北。因为是仰望全台灣拢會當來興起迄個台語文運動，莫閣互人有迄種什麼中南部才較敖講台語的即種錯誤觀念。咱台北人嘛是共款是台灣人，所以嘛是愛加強即個講台語的即個部分。多謝大家。拍拍一個，哇，真精彩，真精彩。厲害厲害，應該無好，精彩誒，唔知道有夠啊，講了足好誒。精彩。恁着親像人在聽候靜候伊個責人，主人伊個主人。像阿高這讀來較舒適是主人轉來看到因誒青冊，遐個蘿蔔真有福氣。我實在甲恁講，主人會家己下衛書群，請因坐倒。無問題我來說咱聽舒適主人若知賊仔當時會來，就會張持，一定袂互賊仔入來伊個厝。這是恁知影的代志。迄個咱這是講比特啦總是迄個即個去講。因為即個全面台語聖經是要想講要較照原文的翻啦所以咱的迄個和合咱是比特咱是照漢字的音咱來發若照原文迄是 Petro 所以是較屬於 Petro 所以其實 Petro 就是比特啦比特講主你這個譬如是在對阮講，是嘛對群眾